懂得吃就是福。我哋成日話民以食為天，能夠食就係福啦。意思係話食得好食得多，乜嘢都能夠食得落就係福氣啦。而家有唔少自助餐，人有客人想食幾多就食幾多，有啲人因為唔甘心，明明食飽咗都仍然勉強食落去，直至食到肚腹脹痛為止，結果就食咗唔少苦頭。其實暴食會令人過肥，偏食過甜嘅食物容易產生血糖高，引致糖尿病；偏食過鹹有損腎臟；偏食過辣嘅食物會引致胃病，呢啲都會有損人健康。能夠食就係福，需要重新定義。因此專家提議要有均衡嘅飲食，每餐應該包括5大類食物嘅其中3類，即使經常喺快餐店用膳都可以達到目標。例如食漢堡包就配一杯橙汁，食雲吞麵就加碟菜。其實各樣食物都係上天所賜，加上人類智慧嘅烹調，叫人食得愉快。但係更重要嘅係，人生不單只係為食而生存，即使嘗盡各國嘅佳餚，人總會問：生存為咗乜嘢呢？下一個目標又係為咗乜嘢呢？被人尊崇嘅聖經馬太福音4章4節講到，人活着唔係單靠食物，乃係靠上帝口裏所出嘅一切話。上帝嘅話先至能夠真正賜俾人心裏有平安，有赦罪嘅喜樂，有天家嘅盼望。主耶穌知道人類常為生活搞到好唔快樂，因此聖經馬太福音6章25至26節，主耶穌講到：唔好為生命憂慮食乜嘢飲乜嘢，亦都唔好為身體憂慮着乜嘢。難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？身體不比衣服重要？你哋睇天上嘅飛鳥，佢哋唔撒種唔收割，亦都唔積蓄喺倉裏邊，你哋嘅天父尚且養活佢哋，難道你哋不比飛鳥更寶貴嗎？屬靈嘅生命比屬肉體嘅生命更重要，將來比今生更重要，因為今日係短暫嘅，將來先至係永恆。講到吃喝之道，我諗起一位姓周嘅朋友，佢係一家著名菜館嘅廚師，甚得別人賞識。但係佢嘅外表雖然風光，家庭卻係甚不和諧。佢放縱情慾，吃喝玩樂，唔理妻兒，爭吵打罵更加係家常便飯。但係佢接受咗耶穌基督信仰之後，人漸漸改變，佢愛神愛妻兒，戒酒戒色，正如聖經哥林多後書5章17節所講到：若有人在基督裏邊，佢就係新造嘅人，舊事已經過去，你睇都變成新啦。佢前後判若兩人，而家常常為耶穌作見證。親愛嘅朋友啊，注意飲食之外，仲要關心自己嘅生命同埋靈性，先至能夠擁有喜樂平安嘅生命，先至係人最大嘅福氣。願主耶穌祝福你。本節目內容在於福音單章，懂得吃就是福，由馬國棟牧師撰寫。感謝你收聽呢段錄音節目。如果你想進一步認識基督教信仰，或者想知道點樣決志信耶穌，或者你有其他嘅感受想分享，歡迎你留言話俾我哋知，我哋會盡快聯絡你。